，make sure 你着多幾條褲先好試我呢個食譜。今次會用到呢部微波蒸汽烤焗3大功能集於一身嘅 Toshiba 3合1微波蒸焗爐，蒸鱸魚配埋中法混合嘅醬汁，係好食到女朋友係咁送飯學都學唔住。將辣椒放入 Toshiba 3合1微波蒸焗爐烤15分鐘，然後用攪拌機攪爛蒜頭同辣椒，就可以用香味油炸辣椒5分鐘，再用鹽糖蠔油生抽調味放埋一邊備用。炒香紅葱頭，然後熄火加入高粱酒，開細火燒走啲酒精，隔出嚟倒翻落個 pan 度，加入淡忌廉煮到得翻2/3嘅容量。最後落牛油推結醬汁放埋一邊備用。喺蒸籠放上紫蘇葉同鱸魚，用 Toshiba 3合1微波蒸焗爐調校至130度高溫蒸4至5分鐘，蒸汽溫度仲可以選擇50度至130度。喺高粱醬汁度加入辣椒油，就可以喺碟度倒入高粱醬汁，放上高溫蒸嘅鱸魚，再加上用咗3款辣椒整嘅燒焦醬就搞掂。下次等我試下攞個蒸汽功能嚟慢煮先。而家用任何牌子嘅微波爐、焗爐同埋水波爐去換 Toshiba 嘅料理之醬系列，即日去到1月31號都可以享有去舊迎新 trade-in 優惠，包括 Toshiba 全新嵌入式微波氣炸蒸焗爐都可以享有呢個優惠，最高可以換領500蚊超市禮券。快啲撳入下邊條 link了解詳情啦！